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松先生，也个今日同我哋共下来做保特瓶肌力训练的哈，系瑞文老师。好，今日我哋来做保特瓶热水的哈，从上一期讲嘅，我甲上嘅话热米，好冇热晒。今日我哋来训练的话，用一个水来做好大砍的动作，用大砍呢，好打出去几下，有冇？打出去，再旋转来，打出去呢平平，好再旋转来，係打出去，旋轉來，打出去，旋轉來，好，一數呢變個也胸前也當個方也偏一些的，好，打出去幾下呢，出腳出數，好冇同數冇同腳，好，打出去平平，一個數呢拿平平，好，要虎口向外面就。像平平，再拿上来。好，我哋做了一道下呢，来做十下。好，开始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十下落好啊哈。我哋一路按照大砍的哈，今天我哋路来做那个脚跟跟点部哈，来要做呢哈，安尼，啊点下去，拿上来，再下来，啊，一数呢向膝架，脚呢用脚掌呢哈点，安尼点，啊，有时用节奏如何哈，一、二、三、四。5、6、7、8、9、10，哈，安尼有嘛哈？今天我哋都来做体侧弯哈，体侧弯用水的力量把它绑一下来哈。好，去叶片的侧的哈，向杨义工叶片延伸，向出来，好，再下来叶片，好，再上来叶片。好，再下来，好嘞，上去臀肌弓的高度差不多，身要侧弯，好要侧弯。好，我来做下来哈，一、二、三、四、5、6、7、8。9、10，哦，10下，啊，今天我哋来做后龟那个脚脚嘅运动哈，脚脚运动下可以叫做1、2、3、4，安尼可以嘛？安尼腳腳數拿上來，腳上來，變下來，在另外一邊腳上來，啊，變下來，好，腳上來，變下來，好。做下1、2、3、4、5、6、7、8、9、10，啊，下嚟10下，啊，一路後腳腿嘅啊練習動作，做有氧嘅訓練哈。而家我哋再嚟教細嘅這邊。因為個樹啊來這邊哈，我過考一下，好來同樣啊，好，按嚟這邊，按這邊，好，一腳掌呢，好，拿上來一些，好，我這個太鋪一些的話，你腳亂拿上來哈，你都輕輕來亂嚟做，按嚟這邊落好哈，輕鬆落好，按嚟輕鬆有效果嘅哈，按嚟想下來。再來後邊面啊，哈，我們再來做一下那個這邊就是下哈，開始啊，1、2、3、4、5、6、7、8、9、10，好，嗰種就是下，嗰種鐵手一些哈，有能力開始做快多一些哈，我哋看下波頭那個。嗰啲運動哈，有氧運動嘅話哈，
啊，你都从前面做到后边面，啊，咪嘅路连续做下去，哈，做下去，啊，你来做啦，预备起，好，开始了哈，大看1、2、3、4、5、6、7、8、9、10，好来，1、2、3、4、5、6、7、8、9、10，好来，提出了1。好，再来要2、3、4、5、6、7、8、9、10，好，接下来还要给我退啊哈，开始哦，我连续等你哈，1、2、3、4、5、6、7、8、9、10，啊，再摆哦，可以了，再摆1、2、3、4、5、6、7、8、9、10，啊，我哋要做下一多啊哈，我大概我個喘息嘛，我就感覺哈，身體哈會有一些啊一個心肺嘅運動，因為佢係有氧嘅哈有氧嘅一個運動，所以也通常呢哈用練習性呢嚟做一個心肺嘅耐力，好啊，你去個喘一下冇關係啦哈，啊，假使個可以話同樣哈。做一下一個擴胸運動哈，擴胸運動，攞臀啲一個呀，呼吸啊，就吸氣哈，慢慢的吸，哈，不用下來，吐，啊吸，吐，哈，啊同我哋做呢種嘅肌力運動一同樣哈，一個吸，吐，吸。吐，吸，吐，好，按我们的吸气的那个速度哈，如用鼻子好的吸气，慢慢的吸，啊，吸的肚时候，再用口给它吐出来了，好，按如吸气，好，吐气。好，安尼我哋都更加咧心臟哈，個心跳會慢慢地降下來哈。啊，更加我哋都有幾個哈，我哋都可以來做一個有氧運動嘅一個完整嘅一個所有嘅肌力方面嘅啊一個有氧運動啊，包括大顫有冇？大顫，好，再來複習一下哈，大顫咯，好，腳。好，腳踏點哈，1、2、3、4有嗎？啊，5、6、7、8，好，再來做一下哈，右邊呢，提出呢，1、2、3、4、5、6、7、8，好，再來做一下後腳腿，好，對呀，開始啦，1、2、3、
4、5、6、7、8，好，我哋都再来做一个这边的动作，1、2、3、4、5、6、7、8，好，我哋更加录到复习到啊嘛，啊，一规全部嘅哈运动咧，也咧这边的话哈，规日的咧精神都几好。 啊，啊，我哋都更加都嚟做一个有氧运动嘅纪律啊，有氧运动啊，利用保特瓶，一个功能呢，你随时都可以拿得到，啊，你就捏水啊，你就增加一个力量，啊，嚟跳跳啊，走啊，啊，用都是郭松先生曾讲嘅一个方法啊，哈，嚟做一个有氧嘅运动啦，啊，为创新派，你用。 郭松老师教我嘅呼吸嘅方法哈，吸吐，吸吐，吸，好，慢慢吐，均匀一点，好，好，慢慢吐，好啊，你这个要做完一个有氧运动，要心跳要加速，好，嚟跳下去，然后鼻安静下来。 慢慢的放下来，按照佢嘅身體又變下來嘅下，我個緩和，緩和嘅下呢，我哋都做一個跪托嘅嚇，一個有氧嘅動作，做完嘅下，我哋規日嘅嚇都感覺個輕鬆啊嚇。好，今日咧利用一個保特瓶嗰類嘅運動嚟做有氧運動嚇，都同一運動嚟結束，特別講下嚟做運動嚟結束，多謝大家。 好，谢谢。